环保署第2月初1日时有告讲，要修正固定污染源的空污费率，要提悬4种主要污染物的空污费用，嘛针对每一季排放250吨以上的大户来制定新的收费标准。不过，环保团体是认为讲，起的伤少啊，而且这是治标无治本。还记得过去其实曾经有一个口号叫做"脱口罩找蓝天"哈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脱口罩哈，戴黑口罩哈。换黑色的喙暗对环保署2月初1预告修正的固定污染源空污费率表达不满。环保团体指出，因这几年来一直呼吁中央空污费收过俗，虽然今年总算有要调整，但是以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来讲，调整伤少，真好引导业者装空污防治设备。氮氧化物、硫氧化物，对不起，调个2块。最多调个4块钱，这是佛心价吗？还是什么？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都是 PM2.5 的前驱物，但是氮氧化物它又是臭氧的前驱物。另外，环保署针对每一季的排放量超过250吨的空气污染大户，定出新的收费标准。环保团体肯定这个做法，但是批评250吨的标准太过悬，认为要降到100吨。那你不把它降下来的话，你这次的这个调幅又这么低。其实坦白说，我们就是很怀疑它会有什么成效。环保署指出，250吨的方案是针对排放量占0.5%的大户规范，因大概占台湾整体空污排放的60%。针对起价收过少的集期，环保署解说，因为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会成做劣重污染物，2018年就已经针对劣重污染物处理。费率的平均大概在30块到40块。每公斤，比原先的那个氮氧化物跟硫氧化物的费率，大概是它的3到4倍。环保署表示，改善空气污染需要以经济工具、行政管制手段等等，这种手段做定改善。排放标准的修改工作也正在进行，嘛会看现主时空气污染的情形随时改善。记者郭明章随台北报道。